是你是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刚好儿花园到此，今日正巧阳风红叶，特地到此与你赴宴的。神策怪莫的，小我一跳啊！舅父和表弟可在家中？你表弟到衙中为文去了，你舅父在监厅陪看。舅父在家，你怕什么？我让你前来是有要事相商。你不用实情，事关重大，不可小心行事。你呀，光在鸳鸯为死里，情欲用来伤心机。你可知老爷真你了如情，要为他儿子去娇妻，更何况辛苦四季你不愿，同样在受得功名负天意，那是冬日仔细把家当，老爷是我爱意之下头要的，那是这天家产比无余，这公天不义难容你。常年来好日多么起风波，这应是果然大道理，幸福之晚不早日，终难当水空欢喜。不过我人真非儿戏，必须要我先上云不留影，谁可知杀不为冬日盼光彩，我红颜珍珠怕发起，是今日他在眉间是一计，绝不能像娘灭的宫儿往日你呀，夫人，老爷已送客，请夫人去花厅上你大相公的亲事。大相公回来了，大相公为份刚回来，现在书房更衣。叫相公客上一走，你该向你舅父去问我了。红玲，你先去花厅，我随后就来。我就去骗那董两位到此，事关紧要，你可要小心行事。放心。春花不落。
好一配明媚称圣也。云淡风轻天晴啊，明媚女人好晨光，芳草萋萋的彩地满园见母亲啊，大相公为闻辛苦了。表兄上言，母亲话祝福儿，请母亲思想啊。大相公，哎呀，教我迎来中，继母进门后，恭敬侍奉生亲母。今日里逆风成亲，这继母儿实是上前驱风为继父。继母她无将好心当我意，原是阴差与娘头。儿心来了苦待天啊，求地地归进土里心怒火啊！难得
我你这个大相公，夫人命我送来接你。我不是，我不是，我不能死。我找弟弟去。啊，大相公，大相公，你们不知，夫人和乔相公时常引动闺女，看来事出有因。此刻老爷怒火明宵，只怕不会见你。这大相公。老爷批评不闻言，你终于把春满身边，穿江东，看人会朝地人来，终于在云开雾散，金平因此有理，也只好是此了。今年他比之年考级不远，我不练就自离家父亲，但等一切用归，再回来便名增奖，还我妻他。夫人好，这是有难杀父子之情啊！大相公，不要再犹豫了，若被夫人知道，只怕余生终不远。此次我走啊，来。
相公他啊，我奉圣之命送来50批水，是此寻找，谁是不见大相公哦？啊，贾相公，你帮着在园中再继续寻找，我要去回禀老爷夫人了啊。你娘
奉命检查，做哪强盗？不能小查。哎，那就是黎明我们做哪强盗？只怕强盗已经远走高飞了，到哪里去拿？哎，为了得那丧命，问仔细随着，走走。到手两腿真难受，嘿，我们歇歇会吧。啊！是什么东西啊？好像是人。我还以为是只老虎呢，像个文人似的。喂，起来，起来！站住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嘿嘿，我们还没有问他，他倒我们是我们来了。你听着，我们是只要衙门的捕夸。捕夸？你什么人？为什么三更半夜不在家中，跑到这荒郊野地来睡觉？我是本院的新人，名叫东良才。什么？你叫什么？我叫东良才。你就是东良才？真是。哈哈，我们的丧命到手了。东良才，你的案子完了。案子？你们弄错了，你不用装糊涂了。我是新人，我叫东良才。我们做的正是新人，东良才。你们走走。
是能情真，明目年棍到处玩，教女是因棍棒走，那种日生与人比。哎，还是那棍，无良人子马去恨，马去叫我尽管用弟子仇，棍子打。看来我今天只要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不可。大奶奶，你叫我出来！蒙过糟蹋我今天非打你不可。弟，你怎么又当成了？娘身边嘱咐于你，身在宫门要多尽应当，你怎么都放弃了？我真的叫，你偏要叫我。我是冤枉啊！弟，他是有冤枉。哎呀，万一不会做人，我要替你当就老实了。弟，我说是冤枉啊！我看这孤男人啊，横着兵兵，并不羞我之相。弟，他有的是这样的。哎呀，你们可老想，你今早教我的很。哎呀，弟，弟，反正女儿我无事。虽然我来问问他，到底冤枉不冤枉？你个老头子呀，吃讲道给我。哎呀，弟，我看呀，这个讲道啊，往好对付。哎呀，弟弟，你就让女儿我有大老爷升堂，哎，说是真的能出有个冤枉来呢，也是请你弟弟做了一件好事。这是他真的今早叫我，愿我当着你弟弟一起当他。
都不允。就一弄，就一弄。爹，你呀，去吃你的饭，月我可要上堂了。爹。强盗，你听说可可地的口称冤枉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你与我老老实实、详详细细、一清两楚、一张两状的讲出来，让我希望你老爷听听啊！你怎么？你看不起我这个女流之辈啊？只要你老子的讲来，我听着苦心。哎，说不定啊，我把你做我弟弟，恕你一把你。大字，快讲。用兵老君
奇怪。听侬讲起来，侬表示岳母也有，那么为啥不公公请上呢？真乃无凭无证。哎，怎么样呢？奶奶我妻妻楚楚离家去。听见了，听见了，可真是富贵在原地。不过也难讲，侬不晓得，刚才衙门司里叫王先生还来老王，一贯上路，结扎交往，却不可容易受骗。才人他来过老房，一贯上路，侬老不吵闹，叫你生结鬼，狠狠的打你。好过很多的叫声哈！我就告诉我四先生，他就是我的表兄。哦，原来两张愿望是一根线啊，真是太气神了。
一定是我表兄弟继我串通一气，连夜追捕我，又置我死地。哎，我上当受骗了，花我的银子送我2只马驹盒。哎呀，弟弟呀，你是变成了一个酒糊涂嘞！好，从今不啊，我再也不喝酒了啊！东西呢？刚才是我一糊涂，破灯了门，我要接瓜。来，我帮我下了雨，松垮。哎，给了你，我刚要说，等你为你来啊，得吧。来。不是麻烦，哎呦，我去。是
是不觉无私小见证，这天大的奉献真待人。看起来我空有好心，理不容啊，只能够是不关心上。妓院，岂能缩水败笔？何不叫他汉人反攻？你叫上你原名教你什么？既然有意也定了一生主题，岂能容他反攻？那就叫他上府衙去告。不行，不行，要上京去告。哎呀，你生来老了，是我提上啊。哎，爹，我们随他去告状。哎呀，身为老门君子，与他非亲非故，我你是不能为外人抵账。那也得让他自己去告了。放你出去！哎呀，你们我晓得，四方万里出狗是用这个，懂不得？哎呀，懂不得？爹，悄悄地放他出去，叫他高粱上立即回来。人不知鬼不觉的，你怕是什么？那你来做狗，稍微烧了在哪还得了的？再说老门有人看书，也出不去。这个。叫他乱扮女装问他赶去，你让我才日月中权的对良才。你我了，你真懂得。有人来时就披上他的衣服，对上邻居，岂不就这种耳目吗？不行。哎呀，哎呀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一定去能娘啊！我也想哭。好，救你喽！救你！你真是够大的！好，好了，我们好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不对，东阳的龙把你走会不会把龙凤生早完？会不会扶摇高房高不正？会不会要他把龙不为王？有时有
相约会啊，怕只怕老的不足真情啊。大伯，我是东阳谁呀？哎呀，我心里千万包，我妈的很真是。阿娘啊，你是越想越害怕。爹呀，你放心，东阳的他已经出去了。哦，但由于高堂高正，早些回来。老板，叫人来等我放了一份，预备啊！哎，预备，大概回来过去了。好，谢老弟，上次将我一刀，江南大道东两贼，明日一早，不能问账。今朝二日即开灯，日晚，明日无人，听听人马。老弟。小心死人！上次让你放了一刀，江洋大道东阳的，你仍然不他们。反正我的事，没办法了。哎呦，我可再也不管听你的办法了。哎呀，事情这这个事情了，我看你这个老头精子嘛，也不要当了。我们父女呀，愿之告你。告知？对，这呀，现在谁会等我小了，怎么闹得出去？真是。悄悄地回去取了母亲的衣裳，把弟弟改扮成母亲的模样，岂不知这人害不了吗？说了，
呀，爹呀，为了保住这个脑袋嘛，这个杀去你那不许。哦，为了保住脑袋，这个杀了不许。
精神很好。就在此撒娇笑容片刻，观赏无法，这场怒不止。哎，老爷，脚下有一女子昏睡。哦，女子这位昏在脚下，将她唤醒，带来人往。是。小女子醒来。小女子，我家老爷有话问你。老爷，小女子带到。哎呀，看这姑娘年纪轻轻，又昏在脚下，都是谁为？这小女子不用惊慌，大胆地讲来。这姑娘我面前人手艺有上，定有一腔用苦。姑娘，可否告诉老夫是他？我家老爷，你是新人，礼物上司，文字上进，如遇此地，姑娘有委屈不妨讲来。姑娘，你是哪里人士？姓在名在？老爷有病。
要赢了！你这套，这以后一分李安少礼。快请夫人出来。你去坐了。老爷，夏朝回来了。是啊。咦，他是何人？快见过夫人。乃生拜见夫人。哎呀，竟有如此英俊的后生！老爷，他是美生丈夫的落难师生，是我夏朝回来路遇的。多谢老爷夫人的恩德，使小生得以并列老母，尽了孝心。从今以后，愿在府上为女做马，以报大恩。你是何方神士？姓甚名谁？因我流落到此。老爷夫人。男生本是龙阳人，家年凋零受清贫，心灵善是东梁人，我父子相依同是文，只因为度日艰难离乡近，千里白日到今人，投亲不女不从贫，老弟弟不开封上丧了命，我与子飘零谁异乡，举目无亲去无阿门，身无分文难人理，为丈夫无奈只得卖自你小子是啊。老爷夫人有何差遣，只管吩咐。不忙不忙，你先在马中先去沐浴更衣，稍等老夫领有话说。马是。中，带他去好好照应。是，请随我来。哎呀，这后生我什么都喜欢。啊，老爷啊，你我生了一个女儿，再生她做一个儿子，可好啊？不好啊，不好。老爷，我倒有意要找他做个东厂快婿。哦，好好好。哎呀，这怎么？夫人，难道你不愿意找婿？老爷，
我是担心女儿，女儿与她年貌相仿。老爷，我是怕女儿，担心女儿不悦。哎，婚姻大事当由父母做主。老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你不喜欢女儿了。哎，女儿来到我家，我是又看又欢喜。不过也有可有可你呀。哎，女儿花容月貌，聪明也小，有什么可你的？对呀，她7分像女。哦，7分像女，那万一那3分呢？老爷，她3分啊像侬啊，3分像侬。哎，好端端一个女儿，你说她3分像侬，真是老糊涂啊！你才是老糊涂呢！老爷啊，我疑心里好几天，说不定啊，她真是一个男的。哎呀，你真的男女不分，你才男女不分呢！哎，老夫多年为官居从城。不真是难成，无稽之谈难相信。秋爷，你讲给老爷听听。小弟虽然是温真心，他恰是脾气怪癖为常情，本也长得我自分，清晰做多斯文，把这上帝良生一碗汤多子不义气，当须观看亲自说，替上帝子弟不提心。你听听，你听听，哎。心不平是常情，他来到你的是家乡，常须顿他的情他才知身所常往生，天长持久能爱惜，又何必踏尽小鬼来生你？请不可忘你子弟向他去，两万切在不起。老爷啊，凭我的眼里，女儿啊是一个男的。凭我的眼里啊，女儿是一个女的，男的，女的，男的，女的，男的，女男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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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女的。老爷啊，我疑心里好几天，我这里呀还有你的呢。两关无痕，引路条
龙灯，各位绣鸳鸯，传真送千金，来照莲花镜。越想了，哎呀，老爷啊，婚姻大事不是儿戏，女儿究竟是女是男？哎，你我还是一丝真假，谁可放心？是何是法？秋英，快去上一话，女亲是要进行来。是。你要当面问他，我当面盘问，怎能弄清真假呀？哎呀，倘若女儿真是女的，她年纪轻轻，心高脸薄。你出言不慎当得了他，只怕他受不了委屈，闹出事来看你是后收场。老爷，要是女儿是一个男的，哦，让他文洁升官，早许成亲，弄出笑话来，我看你呀，在事后收场。哎，老爷，老爷，我怎么？哎呦，来！老爷夫人小姐来了。小姐，拜见爹娘。女儿少礼，一旁坐下。谢总。唤女儿出来，有何吩咐？啊，女儿，一旁坐下，我来说。你讲。啊，女儿啊，你来到我家，我儿郎去照顾不周到之处啊。爹娘对我恩重如山，哪有不到之处？哦，听丫鬟说，你比众人们闭门上许短他，不知为了何事啊？想女儿有失亲娘，养成了孤僻之心，一时难改，不想惊动了爹娘，忘记是噻。哎，你看，老夫讲的一点也不错，何必大惊小怪的？女儿，你母亲啊喜欢老套，你需要在意啊。我不过是顺便问问呀。啊，女儿，为娘唤你出来，有一件事问你谈了。何事？女儿，为娘是为国花家想发财，要将那寿衣寿做新配，真来我也有话来说言端。好女儿，穿针引线来参见母亲。
并非大事，你何必大惊小怪的？都是你把他变成这个样子。女儿，知不为那不为，是虚度18岁。女儿。文上文多的，还得女儿这样。女儿，为娘已经是对你说呀。不是女儿。你好18真娇美，婚姻大事娘花为，今日选得成龙须，分儿苦愿终身。哎呀，女儿，为何要是你呀？女儿年纪还小，婚姻之事过几年再说吧。女儿，你母亲啊，只有这一件事才算是正经的呀。女儿，那书生中儿也笑好成才，女儿面貌真相配，为母将她来招谁？母女离传不分开。义父他偷偷逼成把婚开，杀国中听在真相难掩盖，他将婚事来答应，两内怎能夫妻配？阻难有难，难杀我。女儿，莫非你有什么为难之事？哦，有什么为难之事？我不得为你啊明言。我还是上千层三把走开。现在那关真爱图，同房化作在安排。女
就依爹娘。你愿意了？她是个女的。想不到他将兵。
无言兮，家新娘莫如今上心难独自为你母待我情意心，无奈云困且从穷。想不到心房分别闹房途，花月亮相真隐瞒，今晚是无法难关顾。记得我啊，有艰苦了所珍重。老爷，老爷，丈母娘怎能偷听女儿女婿的信望哇？这我推痛，我是不放心。来看看，来看看呀，还不快走！记了，我心中惊慌，为我他也是此慌张。小姐，相公，小生今日在宴席之上多饮了几杯，以致醉意朦胧。同房之中冷落了小姐，烦请小姐
自在。天已二更，想必小姐你也劳倦了，请小姐早些安寝。我想再坐一会，相公早日来了，你先安寝吧。我也不想睡，也想坐一会。小姐，你我今日拜过天地，就是夫妻。小生我与一日相聚，烦望小姐答应才是。何事？小生卖身丈夫之事，两位小姐你也知道。府中上下，谁人不轻易是个小子？我是与小妇在身，本不应该成亲。怎奈那位老爷夫人之命，事情仔细想来，终究不妥。你想怎样啊？我想暂且做个挂名夫妻，但等3年小满再结来哦。哎呀，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！不对。进了洞房又不想成亲，还是真有小心，还是另有隐情。听他的声音好像耳熟，看他的面容也有些面熟。请问相公真姓大名？小臣名唤东梁才。你叫东梁才？我本来就叫东梁才呀。既然你名唤东梁才，我问你，假日何方有今生？何人才？弟弟名唤东大武，手造雕翎父兄妹，亲生母亲早放过。后母无端将我为，这道急了。麒麟城只有一个东梁才，为何他又称洛阳东梁才？洛阳悬赏将我拿，为何他还要冒名东梁才？看他英勇是相识，要仔细查问这东梁才。举起画中西边人，我说他
何方狂渡光王位，早要长篇金府来，欺我上书千金女手盖，分明引路女儿开，看起来今夜是红不开。何方狂渡光王位，早要长篇金府来，欺我上书千金女，冒名招亲该有才，在我前天顶爹娘，送团年成夫妻应配，小弟是谁？小弟是谁？我不是百度比木兰，我不是洛阳东梁人，真名实姓。你是西凤英，恩人。小姐，你这是我就是洛阳东梁山。
小姐，你是何来到京都？那日放你出干，你表兄竟干，只是想问一下，天命府更就要将你问斩。我父女不内，这个妻子儿道，真乃是父亲苦的。弟弟两年不为丈夫也高堂，为上京都赴考，故而把33岁女儿来。可怜弟弟南京路途风霜，他欺我儿死。我辈马上是收为儿女一大进京，但等开科之时，设法脱身，实能得中功名，再为洛阳。是此人好，只是你我是此模样，是何相之人？这我看马丈夫夫妇倒是真的做良之人，我们还只出言相告，还可安心在此。真乃府中人都看上，怕要有是非呀。哎呀，这便是何是好呢？小姐啊，就依你方才之言，我们暂且做个挂名夫妻。挂名夫妻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杀不是此，怎能一人二梦？小姐，我要有一个主意。以后良策，你快快讲来。小姐，娘在我也早在我们该死，一生是你姑娘子，你为我长衣事业受牵连，你为我理想北京离丧子，你为我颠沛流离受尽苦，你为我异乡伤情受苦事，你为我每生丈夫化为奴，你为我惊恐受苦生骄子啊！从今儿伶仃孤雁飞何处？风到街上才无事。姑娘啊，我虽是豪门思相知，看可生涯觅听知，虚度年华18春，别向东风盼高枝，今日重逢两月圆，看起来三生石上有名字，背过天地假作真，原句姑娘我
娘在我夜红门渡园寺，我就昨女美凤子，此情你呀呀过尽你不天，只爱你有大有色有才子，我与你华南子叫神千金，姑娘啊，我肺腑之言，望求姑娘莫相认。年日康天，难得他心地善良是君子，难得他一片诚意真相知，难得他不弃我怀里情真人，同应我天涯茫茫少归宿，得知江儿我姑娘夸人夸语，今日为我突吞突吐起来了。此情的缘，长相思。
了婚，恩爱情长，看在眼里，喜在心三更梦里，因为小看长。为你前进真懊恼，委屈女儿不应当，这真是年老糊涂小失人，分不清男女，空争上网也无光。这样风风火火地做什么啊？夫人，刚才我从我是小姐的陈安那里又打听了一些奇怪的事情，得来告诉夫人听。好了好了，我不要听啊！再这样疑心下去啊，只怕连我自己都要怀疑是一个男人了。夫人，你不知道，小姐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他们小夫妻呀、相敬如宾，恩恩爱爱。可是，可玩什么啊？你以后啊少管事。老爷回府。哦，老爷回来了。老爷，老爷啊，你今天这样高兴，莫非又有什么大的喜事了？也可说是一件喜事。哦，那么是应在女儿还是应在女婿呀？夫人，如今你心中只长着女儿和女婿了。想当初你怀疑女儿做事有问的不放心，还怪老夫小事不灵，男女不分。如今怎么样啊？女儿是男还是女啊？女儿嘛，当然是女的了。哦，要是男的，同房化出之言，早就闹得天翻地覆了。那么老糊涂到底又是谁呢？是我，是我。哎，这怪我啊，两眼混花，分不清黑白。哎，真觉得这老爷为官之人有见识，有眼光。生人云，自古必改，才莫大言。夫人，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扫之。从今后啊，莫再无风起浪，事情发说。这都是你，经常在我耳边叨叨叨叨叨叨。从今以后啊，我再也不听你的了。上来了。夫人啊，老爷，今日今天是错，明日可当做是说。八方举子先提在，各路穷不归我。王夫人早为演戏做当爹。好了，宝贝女婿金考上，还是心配早当孙，当怀他随随正正，潇潇洒洒，好风采啊！王先生，常师傅女婿不一般。是师夫人，你倒辛苦了。哦，快快演戏出来，做破他虎口之事啊！秋妍啊，快快传话，有请新姑爷。是，有请三姑爷。
全从徐凤与家王，身上贵重秦永公，四境许特生，从今天人欢聚用。小婿拜见岳父岳母，女婿少礼，一望坐下。且坐。你是何人啊？小婿东梁人。哎呀，不得了啊！女婿变了样了，女儿快来，女儿快来！哎，不，哎呀，女儿拜见弟弟母亲。哎呀，你又是何人啊？女儿薛凤英。不对，错了，女儿也变了嘛！哎呀，弟弟母亲。谁是你的弟弟？谁是你的母亲？岳父岳母，谁是你的岳父？谁是你的岳母？义父义母都。啥是心头怒气？你经过跌倒阴阳将我心，堂堂常思定难成，去用解毒来相亲。家丁捆绑送有声，方就你无喜怒气，跌倒阴阳必得意，四大丈量也是非，王八条条去人上，国家年成难相去。来人，老爷，夫人，老爷。去门要问相惜，不明公道送官堂，说阳传去陪人进。老爷啊，事到如今，戏有什么用啊？老爷，这场公案还是让我来处置。过来，都过来！你们两个人为我如此打扮，到底是男是女呀？母亲，我是女的。孩儿若是男的。哎呀，你为什么要扮女的？你又为什么要扮男的？你们到底怎么一回事？你怎么来到我家？快用老实的讲来。义母，孩儿名叫东梁人，被表兄以继母陷害，当人死罪。幸亏他父女相救，才男把女长逃出监牢。幸亏弟弟收留。女儿薛凤英乃是洛阳月子之女，只因相娶东梁人，我父女也遭捉拿，父死卖身进府，不想同房与他相会。非高十斤出于无奈，放爹娘死财。原来这内中还有这许多缘故啊！唉，
起来。母亲，为娘自有主张。老爷，他们的话你都听见了没有啊？听见了怎么样？岂有此理！老爷，他们二人受人所欺，怨声四海，低到鸳鸯出于无奈。你看，这场公案应该怎样处置啊？他们有万不认为，我有一定智慧，颠倒阴阳，扰乱乾坤，戏弄大人，难饶其才。哦，说了半天，你我还没有转过弯来啊！你倒动动快！这件事先怪你，老杜就是你，有眼无光原是你，男女不分本是你，神女早先都怨你，地道鸳鸯错在你，扰乱乾坤也有你，今朝要刚先告你。明得我冲天怒吼，失了天，仔细思来认真想，千怨万怨怨自己，糊涂不分奈何女，十丈阳朝中哪有力在天？想不到黄海呀还能张乾坤，今日里他若摆在阴沟里。老爷啊，我说的话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呀？对。哦，我说的对，那么就听我处置，此事就不要声张了。还有你，你还要我怎么样啊？咦，他们两人有天大的冤仇，你要替他们伸冤报仇。这个，你管不管？管。爹爹母亲，孩儿明日就去赴死，实能得中国民，一月亲子，方为洛阳，年成前途。是此人好，为母做你一臂之力。多谢爹爹母亲，这也不糊涂了。
情其人难尽，愧对祖先到有理。你平生这样来花园做什么？莲菜，你在哪里呀？老爷，大相公既已逃出监狱，总有一天会回来的。老爷，方才我从夫人那里悄悄拿来1碗米水，趁此无善。老爷，你快好些补补身体吧。后令，我平生那接生我叫声就把做家产，反你无情。多亏你时常照顾于我。老爷，不要再说了，若被夫人听见，只怕有生风波。但愿大相公能早些回来。老爷，快喝米水吧。四丫头，你尽管偷我的面色，好大的胆子！我与你气呀！你不要了！我给你们死了！哎呀，老爷，你不该丢下我苦命！吩咐家的副司令快点报告！我今日讲过好消息，今日我到衙中去，园林大人说新科上院，今日就要到洛阳来了，倒是叫我一同前去。哎，你怕什么？有道是有钱能使鬼推磨。那你快去呀！银子呢？你呀，随我来。他们还是在这里。
老爷已经知道了，这可惜你来迟了一步。大相公，你总要报仇才是啊！我是有旨意，你们先将老爷的尸体抬至灵堂，好好洗刷。哎呀，该死的蜜蜂！为我请看蜜蜂地步啊，放在那里倒翻了蜜糖水。蜜糖水。原来是此。大相公回来了，把我们盼得好苦啊！哦，大相公，老爷他死了。我弟弟为我死在花园的地上。老爷娘们不幸平日告荒，今日不知为何来到花园，他不应到底就死了。也怕无也。晓得是王帝心，前路几穷无人信，老无分明是你害，你不能血口来喷人。老爷陪我亲一见，只有红绫来作证。丫鬟母子也是人，挑拨你我不知情，说不尽心你谁相信？蜜蜂记早已断了母子情。董良贼，你来得真好！推到夫人在飞翔，若愿寄望好理想。今日里园林大人来洛阳，请教你，明日法场去看当。你在上王城更坚强。